美國甲伊朗佇巴基斯坦的首都進行21點鐘的和平談判，這是兩國約半世紀以來層級上懸的會談。不過最後也是講無成。美國表示講，伊朗唔放棄核武的條件，所以雙方是無法度達成共識。We have been at it now for 21 hours, and we've had a number of substantive discussions with the Iranians. That's the good news. The bad news is that we have not reached an agreement. 美國甲伊朗在經過真長時間的談判了後，雙方各自宣布和談結束。美國副總統范斯在開完記者會了後，隨在會議記回顧，談判未成功，主要原因是伊朗拒絕接受美方要求放棄核武的重要條件。范斯講，美國底線是伊朗必須對無升級核武甲相關技術做出明確而且有法律效力的保證。We've made very clear what our red lines are, what things we're 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em on, and what things we're not 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em on. And we've made that as clear as we possibly could, and they have chosen not to accept our terms. 伊朗講無發展核武，不過對2月底戰事爆發以來，甲去年的12天戰爭，美國甲以色列軍也擺轟炸伊朗敏感設施。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和談進前也講，已經成功來摧毀伊朗的核武計劃，無任何一處濃縮鈾設施也佇運作。伊朗是佇協商中尋求黎巴嫩停火，賠償也閣對荷姆茲海峽的控制。伊朗政府早前發佇社群平台 X 發文講，談判繼續，雙方的技術專家會講話文件。不過，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訊社報道，由美國提出計劃的要求，造成雙方無法達成共識。伊朗外交部是強調，各方原本就無期待會使佇單一會談內底來達成協議。在巴基斯坦舉行的一場會談，是雙方近半世紀上懸層級的接觸，不過希望終結這中東戰事的期待也擱再來失望。初七開始的2禮拜停火也增加變數。不過，川普講，美國已經在恢復荷姆茲海峽的商業通航，在做準備了。We have minesweepers out there. We're sweeping the strait. In addition to that, we're negotiating. Whether we make a deal or not makes no difference to me. 美軍在派2隻驅逐艦安排之下無人艇進行掃雷的部署，也不聽講是想要經過荷姆茲海峽時，互伊朗部隊警告。美軍講在完成任務了後，按計劃離開，無發生衝突也是意外。也來伊朗講，美國軍艦在對立了後，佫活動去。另外，美國最近媒體報道，美國情報顯示，中國準備也是早已經提供伊朗新型的防空系統。川普講，若中國真正安尼做，會有大麻煩。公視新聞，陳秋梅編譯。